姐姐，你我都还在这京城里，又不是天各一方。虽然是隔一道宫墙，哪能说见就见呢？姐姐，前几日八爷和我说了些话，都是关于你的。其实当年他曾经见过姐姐，见到姐姐马上英姿，一见倾心。我在八爷府的这些日子，虽然大家都说姐姐不受宠，可却未见八爷怠慢过姐姐，日常起居也从未见姐姐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跟他虽有夫妻的缘分，却求不来夫妻的情分。夫人，贝勒爷来了。贝勒爷吉祥。都起来吧。夫人无需太过忧心，我答应过的事情，自会尽力而为。多谢贝勒爷。我已吩咐了礼服送若曦入宫，时候不早了，该启程了。不用怕，我会为你打点好一切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。